有亲爱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唔知有听到我的声无？咱昨暝有加困1点钟，精神有较好哈。顶礼拜我去达勒斯参加这个北美教协的年会，甲着神学研究会，有拄着咱过去的牧师陈清峰牧师，也佮有咱今年度咱灵修会的周峰的牧师，伊爱我伫这所在，大家请安。另外咱伫这个台湾花莲拄着这个风台的时阵，咱的教会有发起这个赈灾或者活动，所以这届总会拢总有19个人来参加这届的这个北美教协。其中有团队委员会福清牧师吼，伊有早10点无来吼，这是这个咱花莲地震这个咱这个地动吼。这个救灾地动啦吼，救灾咱会关系吼，这个拢总10点啦吼，你家看卖我第1点安尼有好看无？若好看吼，你有需要吼，这个因为咱来互小会，除了咱 TM 有捐赠以外，EM 嘛有侪人捐赠吼，咱请小会来伫这所在来分互适当的人。你若特别讲第1点无伫咧头壳顶特别缘投特别好看吼。你会当先甲我登记啦吼，我要留1点会当互你安尼。咱昨下晡咱教会以古筝班为主所举办感恩的音乐会，咱感谢上帝大大的祝福伫一位长老的7月，甲着侪兄弟姊妹同心齐力的服侍中间，通我讲是非常的成功吼。这个客文甲我讲，外面的停车场差不多有115台的车吼。咱内面嘛坐甲满。参加演出的兄弟姊妹有5、6岁的小朋友，有10几岁的青少年，嘛有咱遮的青年、壮年，当然嘛有亲像我的老人，也佫有比我佫较老的100岁詹伯伯吼。咱的对囡仔一直到青年、到伫壮年、到伫老人，咱拢同齐来吟诗学了上帝。咱有专业的音乐家。嘛有拄当咧学习的咱的古筝班成立这个也未1冬当拄咧学习的，总是咱通过台湾的民谣来孝念咱的故乡台湾，咱也通过圣诗来感谢上帝，甲学了上帝。咱恳求上帝继续祝福咱的教会，会通成做一间通过诗歌常常感谢上帝、学了上帝教会。当咱为着咱上帝所祝福咱。伫中间遮音乐嘅侍奉的时阵，咱会记即项事。先知常常提醒咱，上帝欢喜人的奉献，上帝欢喜听咱吟学了的诗歌，总是上帝佫较欢喜的是公义甲怜悯的真理。摩斯先知捌对着遐个喙唇伫学了上帝，总是内心却离开上帝远远的以色列百姓安尼讲，就互恁笑歌的声离开我。因为我不爱听恁弹琴的声，我爱的是公平，亲像大水滚滚，亲像公义，亲像江河滔滔。我相信咱的教会伫圣神的带领下面，咱会继续持守耶稣基督12个真理，咱遵照圣经上帝话的教导，来建立一个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甲上帝同齐行的教会。伫这个同齐行的路顶，咱有充满感谢、充满学乐的诗歌，咧学乐上帝，咧感谢上帝。这是我心内所期待的一间教会。今仔日咱要继续来谈论圣神系列的讲道第32讲。今仔日的题目是圣神的工作的延续甲创新。旧约圣经甲新约圣经中间，拢有讲到圣神。虽然有无共款的称呼，总是共一位圣神。伊是三位一体上帝中间第3个位格的上帝。但共这位圣神，伊所做的工作，有的是对旧约延续到伫新约，有的敢若出现伫新约内面。圣神伫旧约甲新约中间有伊的延续，同时有伊的创新。其中介大的关键是伫耶稣基督道成肉身。顶伫十字架顶，佮我所完成救赎的恩典。圣神的工作，
大生是为着这个救赎的恩典做好一切准备。若无做好这准备，救恩就袂临到。总是煞接，当伊做好这备办了后，耶稣基督甲耶稣基督同齐来完成整个救赎的工程。然后，伊要继续来展开创新的工作，和救赎的恩典，也是干那救赎的恩典，一个客观的恩典伫个所在，是互每一位相信伊的人，伫因的生命中间，会通具体来实现。五旬节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。五旬节了后，称作是新圣神时代开始。咱会通对四个方面来看起圣神的工作，对伫旧约到伫新约，伊的延续，到着伊的创新。第一个，咱所要讲的，就是圣神参与伫天地的创造，到伫新天新地的创造。创世纪第1章，介起头，介源起头所在。就已经讲到圣神。起初，上帝创造天地，上帝的神运行伫水面。上帝的神，圣神已经在做工，因为圣神参与伫天地万物的创造，就互这个原本是黑暗、原本是空虚混沌的天地，开始有形状，开始有特殊，也开始有阳光。天顶灿烂的星辰，变化多端的云彩。地面上，关山大海、飞鸟走兽、树木花草，拢有伊特别的造型，这个美丽的砖塔，实在是出自圣神运行的工作。约笔记伊安尼学了讲，上帝借伊的神，互天有砖塔。咱的主耶稣基督，伊看到地面上这个野地的百合花时阵，伊安尼讲，这个百合花无落考，也无芳质。总是伫圣神的运营下面，自然而然成长，成做一个美丽的花蕊。对伊来看，就是所罗门王，一个以色列人介富有的王，伊极荣华时阵，伊身躯所穿着的衣裳，也不如一缕百合花。牛顿伫伊的数学原理第2版，伊表达伊对着伊所观察天顶这星辰、这运作，伊对伊的心对着上帝学了。伊讲这是一个至深至水的一个系统，其中包括日头，包括这行星，包括这个彗星，整个大系统，若是出自一位全知全能的上帝的主张，无可能会通成就遮尔大的一个系统。那圣神也是参与伫整个天地万物的创造，对咱来讲非常宝贵的，就是伊也参与伫咱人的创造。创世纪第1章第26节安尼讲，咱就照咱的形象造人，然后上帝将伊活命的气分入伫亚当的鼻孔内底，伊就成做有灵的活人。咱成做活人，因为有神伫咱的内面，有上帝活气伫咱的内面。人的活气、生命活气，出自上帝的神。上帝的神造人，全能者伊的气，互咱会通得到生命。所以，当咱气若无的时阵，咱的生命也就消失。总是撒旦抵挡上帝创造，引诱人离开上帝来犯罪。若是咱犯罪离开上帝，万物也因为这个缘故受到破坏。上帝整个救赎的计划是通过耶稣基督，互人先得到拯救，离开伊的罪恶。然后，当人得到拯救了后，也要互万物得到复原。或一句话讲，上帝救赎的计划，毋也是干那是咱人，是包括伊所创造天地万物。先知以赛亚伫伊65章6到66章内面，已经有预言新天新地的新创造。那对旧的创造到对新的创造整个的过程中间，上帝启示伊是三位一体的上帝。所以，被上帝找囝圣囝耶稣基督。来到伫地面上，互人看出伊的拯救整个的计划，来实行伊所有拯救的工程。圣经耶稣基督伊卑微伊家己，顺服伫天父上帝旨意，来完成天父的计划。总是咱来看到，就是伫圣经耶稣基督对伊道成热心，到伫伊定时日过，到伫伊国活整个过程中间，拢有圣神甲伊三角地带。
耶稣是圣神感恩，耶稣受差遣来传上帝国福音。伊讲上帝的神临到伫我，我来传扬上帝国的消息。咱看见圣神按头到伫落尾，来引带耶稣基督来完成整个救赎的工程。但毋然是安尼，当耶稣要离开世间的时阵，伊交代一项要紧的代志。伊讲：我去是对恁有利益，因为我去了后，就要差遣圣神来到伫恁中间。圣神毋然是甲圣囝同工来完成所有救赎的工程，佮非常宝贵的，就是圣神来。要互得救的人，会通伫耶稣基督内面来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。咱毋是得救，咱是伫耶稣基督内面要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。相信毋是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，咱拄则所讲的万物也拢要得到复原，互万物也伫耶稣基督内面合做一体，成做新创造的天、新创造的地。耶稣基督是新创造的源头。亚当的失败，亚当的犯罪，和众人甲万物降服伫罪恶、死亡、败坏、虚空的关系下面。若是用耶稣基督做头、做开始，上帝开始伊的新的创造。伫耶稣基督的拯救内面，圣神参与伫咱基督徒整个生命对起头到伫落尾整个过程，伊会通互信徒顶头生，上是互信徒开始有能力。通活出上帝公义的要求，伊甲咱三角地地，随时正做咱的帮衬，伫咱内在生命中间来塑造咱的生命，互咱的生命会通愈来愈亲像耶稣基督，通好彰显上帝的荣耀。所以保罗先生讲了非常的清楚，若有人伫基督内面，伊要成做新创造的人，过去伊旧的代志会渐渐无去。伫伊的生命中间，开始有新的物件来出现。当伫耶稣基督内面的新创造，毋也是咱个人的生命得到换新，伊也要带动整个万物的换新。保罗先生伫罗马人书第8章19、19、23节，伫迄个所在咧讲到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的拯救的时阵，伊讲咱爱知，毋是上帝干那拯救人，伊要拯救万物。伫19章到23节，伊安尼讲，因为万物。万受造的物，额头咧仰望什么货？咧听候上帝正经的显明。什么人是上帝正经？就是咱这得救的基督徒，成做上帝的儿女。当咱显明，当咱活出上帝荣耀时阵，那安尼这万物也要得到祝福。因为受造的物降服伫空虚，毋是伊甘愿，就是对迄个互伊降服的，是咧仰望，连受造的物也会通得到讨棒，脱离败坏这个苦束。来伫上帝的囝内面的阳光中间得到自由，受造的物到伫现主时，犹原咧讨愧，犹原咧苦痛。若是安尼，咱就是本身得到圣神透水的果子，咱的心内犹原有咧讨愧，咱的听候，咱被设立成做上帝儿女，就是咱的身躯有一天要得到赎回。但这段经文讲了非常清楚，上帝的拯救，伫耶稣基督内面的拯救，毋然是牵涉伫咱人。毋然是牵涉伫咱个人，是牵涉着整个的万物。咱人伫中间有扮演重要的角色，因为咱是新创造初始的果子。咱成做上帝儿女，得到上帝的名分的时阵，咱有一个要紧的代志爱做，就是共同参与伫圣神新创造的工程，互万物会通脱离败坏的管辖，来分享新创造的荣耀。基督徒无参与伫整个生态的事奉，也是讲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犹原咧破坏万物，犹原咧剥削其他的万物的时阵，咱就对不起咱所得救这种的救恩。咱得到这个救恩，咱对着万物，咱有这种的疼，咱有这种的关心，因为咱知万物伫耶稣基督内面，也应该得到拯救。但启示录的作者让咱来看。互咱伫伊的眼光中间，伊伫圣神的启示下面，伊所看到异象，伊大声安尼宣告讲：我搁看去有一个新的天、新的地，因为前的天、前的地已经要过去。伫上帝救恩中间，新的天、新的地要降临。伊毋然是看起这个异象，伊搁讲：我有听去，我听去坐伫宝座讲，看，我将万物拢来换新。
我将万米拢来换新。一个袂通换新万米的上帝，无可能成做拯救你的上帝；一个袂通换新你的生命的上帝，无可能成做你的上帝。就是感谢主，感谢耶稣基督，感谢圣神，因为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伫圣神内面，要换新咱的生命，也要换新万米。这是第一项，咱看见对旧约、对创造开始，到伫启示录咧讲到新的创造，圣神拢参与伫这个中间。第二项，咱所要提起的，就是伫旧约中间，咱有先知的预言，就是到伫新约中间，咱看有一个新的创造、新的工程、圣神新的工程，就是互一寡人会通开始做先知来讲道。伫旧约圣经中间，圣神临到伫所特别竞选的人，互因得到启示，互因看见异象，常时会通讲预言。旧约时期中间，这先知的宝贵的所在，就是因一个开始咧讲预言，咧预言耶稣基督救恩的恩典要临到。这先知所做的预言，也为着耶稣基督救恩的临到做介好的备办。讲到备办，兄弟姊妹，我爱咱大家知影一项事，咱着备办咱的心，听候上帝。每一个礼拜，我咧做礼拜时阵。我介艰苦心的一项代志，就是咱教会10点开始，咱的心要不安静。咱看到咱的兄弟姊妹真欢喜，大家讲话，大家开讲是好代志。但心通袂气质，咱来到伫教会是要敬拜上帝。咱若无安静的心，无做好这个备办，咱就袂通真实去经验上帝伫咱中间所要赐下的恩典。我真心期待咱的教会会通永生，成做一个会通安静听候上帝的一间教会。先知讲这预言是为着基督的救赎做介好备办。讲预言的文字，甲着圣神实在是密切相关。预言将来所要发生的代志，也宣告上帝的旨意。预言是人和上帝的神所感动。来讲出上帝的话语，上帝的神毋仅是互先知甲信徒会通讲出预言，伊也密示这先知甲着这信徒，将上帝的话、密示的话，甲记载落来，所以形成咱今仔日所会通读的圣经。保罗先生讲了非常清楚，圣经是上帝通过伊的神密示所留落来的一个经典，也是用这个缘故，值得咱读。因为这个所在有上帝通过圣神对着咱的密示，圣神感动人用伊的嘴来讲出上帝的话，圣神也感动人用伊的手来写下上帝所密示的话，来这的话来显明上帝的旨意，甲着上帝的拯救。就是到伫新约圣经中间，圣神继续密示这使徒甲着信徒，将耶稣基督的救赎完整甲记载落来。然后继续帮助咱来明白这个救恩的完全。福音书保罗批信启示录的作者，清清楚楚记载将末的代志，咧讲到伫耶稣基督的将来。福音书甲咱讲耶稣现主时伊所活的是虾米货？总是保罗的批信甲着启示录咧甲咱讲耶稣基督的将来。耶稣基督毋是若来，耶稣基督伊要搁再来。圣神引带咱来读这个圣经的经文，通过圣神所密示所形成这个经文，是要互咱的信徒，咱的心真正知影咱所信的是实在。兄弟姊妹，毋通干那讲你有信仰，讲你有足强的信仰，你有足热心，你嘛得爱知你信的到底是啥物人。因为咱知咱所信的是啥物人，咱才有一款的勇气，通过耶稣基督。来亲近上帝，这就甲过去人咧读上帝话无共款。过去人咧读上帝话，心内坐惊吓，惊去得罪上帝，毋敢仰望上帝恩光。圣神来帮助咱一项事，将咱内心的惊吓摕掉，互咱得到自由大胆来仰望上帝恩光，敢若亲像对镜在看，反照出来，然后咱会通。英雄加营，亲像上帝的神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一步一步咧改变咱的生命。
啊，圣神也将各种的恩赐赏赐予人，互咱会通服侍上帝。咱服侍上帝，是因为上帝将这个恩赐予咱。上帝若这个恩赐予咱，啊，咱无要服侍伊，咱是对伊足大的亏欠。上帝将恩赐予人，互人会通侍奉伊，总是上帝将其中一个特别的恩赐予人，就是会通做先知来讲道。或者较无这种做先知讲道的人，得到这款的恩赐，就会通来造就教会。拄拄亲像旧约的先知会通讲预言，来为着耶稣基督救恩做备办。伫新约时代内面，上帝拣选一寡信徒，一般的平信徒，因也会通来做先知讲道，因为因领受对上帝来神，毋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语言，是用圣神所指教的语言来传讲属灵的代志。伫旧约时代，先知预言是为着耶稣基督救恩会来临做好准备。那伫新约时代，做先知讲道是要通过圣神来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，普世人来传讲上帝的话语、上帝拯救的恩典。啊，伫即届我去达勒斯期间，感谢几个长老来协助咱顶礼拜的讲道。几个长老顶年讲道时阵，就得到一个得救的果子。咱的赞曼姐妹听了非常的感动，圣神带领伊来接受洗礼。无的确伫顶礼拜伊讲道中间，有人受到感动。我也深深期待甲祈祷，咱的教会有搁较侪的兄弟姊妹会通得到这种属灵的恩赐，就是做先知讲道，有讲道的恩赐来造就教会。咱有营会长老，咱有几个长老，过去咱有窑洞长老，咱嘛有一个少年的宴席长老，也阁有咱过去咱嘛有中药长老伫咱中间捌讲过道。我相信咱中间也阁有侪兄弟姊妹有这种讲道恩赐。要紧是你有较无无？你有较无做先知讲道来侍奉上帝，来造就教会无？那咱的教会中间有侪兄弟姊妹有这种的感动，有这种较无，那咱教会毋免惊无人讲道，深深期待。伫咱教会中间，会通兴起侪较无上帝做先知讲道这种属灵的恩赐，然后会通来讲道来造就教会。第三个就是会通对内在享受的能力，到伫外在享受圣神的能力，到伫咱内在生命改变。圣神是一种的能力，大的能力。当圣神降临人的身上时阵，会通互伊得到能力来完成每一个事工。伫规个圣经中间，咱常常看见圣神临到某物人的时阵，伊的生命伫迄所在有得到特别的能力。有人有政治的能力，会通来治理国家、带领人民；有人有得到艺术的才华，会通来起造会幕、圣殿；有人得到特别音乐的恩赐，会通来作诗来献诗伫上帝面前。除了这以外，圣神也特别赏赐人勇气甲气力，来保护上帝所竞选的选民。咱知影特别的故事，讲到气力，互咱马上伫头脑中间所兴起的一个图画，就是参孙。参孙互上帝神感动，伊充满了气力，伊会通拆离一只狮，亲像拆离一只细只羊仔囝共款。伊会通用一支驴的骨头即个咱讲喙尾即个怎样讲？椰子。的骨，然后有法度拍死1000个对立，伊的力量实在非常的大。所以伫规个圣经中间，当圣神降临人的身上的时阵，毋是迄个人伊的灵性非常的好，是上帝的主权运行，通过这个人来完成特别的任务。总是人犯罪，属伫血气，圣神无永远踮伫人的内面。当伊完成一个使命了后，上帝的神会暂时离开这个人。咱知参孙的秘密伫伊的头毛，当伊头毛被剪断的时阵，伊的气力也离开伊。当人无顺服上帝的时阵，上帝的神甚至气杀这个人。故要互咱看见一个例，就是扫罗王。扫罗王受撒母耳先知甲伊膏抹，伊照讲有领受上帝的神，总是伊无愿意顺服伫上帝的吩咐，耶和华的神气杀伊。这是一句足严重的话，耶和华的神气杀伊。
大笔也犯罪，大笔所犯的罪无比扫罗较低、较少。总是大笔伊知影这样事，当犯罪时阵，爱赶紧倒来悔改，唔通搁拖时间，爱马上悔改。你若无悔改时阵，上帝的神会离开你。所以伫诗篇51篇，咱看去大笔受到先知拿单甲伊指责了后，伊马上做一个祈祷，求你唔通收回你的性情。伫旧约上帝神踮伫个选民中间，互因面对济济威胁，唔惊吓，总是圣神迄个时阵也未普遍来赐下，敢若即个局限伫上帝所特别竞选、特别的罗卜内面，常时对着人的内心所做的工，也是局部外在暂时。上帝神随时会通离开即个人，总是到伫圣经。圣经甲咱讲，咱的主耶稣基督，伊完成即个救恩了后，互人一个新的应允，这是关于圣神新的工作。我顺着圣神降临，遐个惊吓的门徒，互圣神所充满，因甲旧约遮个先知共款，遮旧约互圣神所充满的人共款，大有气力。原本是惊甲要死的人，总是因得到勇气，勇敢徛伫公会面前，为耶稣来做见证。因无惊迫害，因无惊死亡。因无惊顺道，伫咧生命中间，咱看到一个生命勇者。伫新约时代，我顺着圣神降临了后，圣神要带伫既然求告主的名的信徒内面，这是耶稣基督亲嘴对着咱的应允。咱今仔所读的经文，约翰福音书第14章16、19、17节咧讲，我也要求爸，爸着另外赏赐恁一位保惠师，要互伊永远甲恁住。这就是真理的圣神。圣神永远来点伫人的心内，要进行内在生命的改变。圣神会互人因为伊的罪来责备家己，目的是要互你因信称罪义，常时煞接要互你赢过你内在情欲的负担，你情欲肉体情欲，互你会通赢过试探，互你会通分别罪性，互你因为信心来成圣。然后通过圣经的教示，互咱会通过一个下伫天父上帝旨意的生活，圣洁、常时顺服的生活。上帝差派圣神永远点伫人的内面，这是过去伫旧约中间你所袂通看起的，就是耶稣基督有一款的应允。旧约先知敢若会通做一款的预言，咧提起到圣神要临到，所要互咱所做的工。先知以西结做一款的预言讲。是要到，我要赐因一个新的心，也要将新的灵放伫因的内面，要将因肉体中间除去迄个旧的心，赏赐恁肉做的心。我要将我的神放伫恁的内面，互恁会通真正顺坦伫我的律例。这个预言甲应允，到伫耶稣基督伊完成救恩，就是包括伊从定时日计死搁活。上天到伫爸上帝正边，得到荣耀了后，才差遣圣神来到伫咱中间，常时普遍要来赏赐伫咱中间，既然求叫伊名的人。我顺在圣神降临了后，圣神要永远到伫遐顶头生的信徒永远伫地，这是耶稣基督所应允的一个大恩典。圣神要压关伫咱的生命中间，来改变咱的生命，互咱的生命会通甲伊非常的亲密。我个人捌参与伫台南一间教会的开拓，这间教会叫做昆神教会。迄个所在原本是一个老渔村。当阮伫个所在咧开拓这间教会时阵，有人讲遐无可能去教会。我甲一个同工，包括今仔伫咱中间这个郑贤伊阿公伫个所在做伙侍奉。伫遐阮成立一个福音中心，当地人传福音。有一回，阮传福音，互一个教会的一个姊妹的三姐啊。伊是一个70几岁的老人，伊原本是一个掠鱼的人。伊除了掠鱼以外，伊一生咧做其他的代志，就是你是去掠鱼，暗时倒来是咧哭母鱼。咱知影母鱼吼，伊是拜佛的人，逐日伫个所在咧敲母鱼。阮邀请伊来到伫教会，无拍算讲竟然答应啊！而且落尾伊开放伊的家庭来做家庭礼拜。伊来到伫教会了后，大家拢叫伊三姐啊。自从伊来到伫教会了后，伊就毋捌欠食过。常时落尾伊接受洗礼，伊的太太、伊的囝、伊的新妇、伊的孙，
伊的查某孙全家拢来洗礼，伊无搁再敲木伊，伊是常常早起时的时阵伫祈祷。伊通个讲是无话无句的人，你若问一句话，甲你话一句话，啊，其他就无啥咧讲话。所以伊的信心非常的单纯，非常单纯的一个人。所以伫教会中间，大家大大细细拢叫伊三节啊。有一回，阮伫个厝咧举行家庭礼拜，啊，我伫讲道中间提起到伫伊，讲哦，咱教会大家拢叫你三节啊呢，啊，囡仔叫你三节啊，少年也叫你三节啊，长老也叫你三节啊，连我牧师嘛就叫你三节啊。无拍算，普通时也无咧讲话，伊忽然间冒出一句话，伊讲连信心嘛叫我三节啊，连信心嘛叫我三节啊。伊有祈祷，伫祈祷中间，信心甲伊相合伫咧。信心会通踮伫咱的生命中间，甲咱非常的亲密。咱毋通惊信心，信心非常的亲密，会通甲咱互动亲密的这种生活。但如果讲旧约时代中间，咱讲信心是拣选一寡人，互因特别的能力来去完成特别的工作。那就是伫新约时代内面，信心有一个创新的工作，就是互遐得救的人，因内在生命中间有信心。伫旧约中间，信心伫人的身上感动，拢是为着一个特别的目的，甲目的的一个特别的时间内底。总是伫新约圣经中间，上帝应允信心要永远踮伫咱的内面，永远甲咱相合伫咧。你若相信耶稣基督，你就相信一句话。因为耶稣基督是通过一句话，要互你甲伊相亲近。但伫旧约圣经中间，信心的工作是个别的啊，也像是大部分是以色列选民中间，这先知、这祭司、这君王，当然上帝嘛通拣选亲像古列、波斯王来做伊的工程。总是大部分咱所看到圣经所记载是以色列的选民，总是先知以赛亚已经有这款的预告。信心要临到，毋仅是干那以色列百姓，伊的救恩要破伫这个全世界，要到伫无共款的人群中间。信心要享受一切相信的人，无论种族，无论年龄，无论性别，无论是职业。先知用你预言这款的预言安尼讲，打以后我要将我的神压悬，记闹迄去的，记闹迄去的，毋仅是干那以色列百姓。是既然是属地人有血气的，拢会通得到信心的压悬。第一个日，我要将我的神压悬我的奴仆甲我的女婢，毋仅是查甫人，连妇女也伫中间。凡伊接受信心的人，拢有一款的福气，拢有一款的机会，会通得到信心的压悬甲充满。但兄弟姊妹，上帝拯救的计划有两个大的时期，时间上有先有后。伫这两段时间中间，咱讲旧约的时代、新约时代，总是同款上帝旨意、同款上帝救赎的本质，只不过是有一个时间上的一个分别。就是旧约是为着新约来做好备办，是要引带咱更较清楚明白耶稣基督内面应允的遮个丰富。伫旧约中间，预言基督要来，也预言信心要来。信心的工作甲耶稣基督救恩是袂通分开，信心无限量伫耶稣的身上来显明，对耶稣出世到伫必定死日嘅，对伊的死到伫的过活，咱拢通看去信心的工作。佮宝贵的就是信耶稣基督应允信心的降临，像是爱伊、真实相信伊的门徒，就听候信心，就领受信心的洗，就互信心所压悬。就得到信心的充满，就互信心永远甲你同齐大。那对伫旧约到伫新约，对伫天地的创造到伫新天新地的创造，对属地的亚当的创造到伫属天基督的创造，对伫律法刻在伫石板到伫律法刻在伫人的内心内面，对起造以色列百姓到起造教会，信心。拢伫其中扮演重要角色，演刷一切工程，总是到伫今仔日，信心犹原在做工。信心今仔日犹原继续引带咱进入上帝伊的囝耶稣基督的国度。咱若相信耶稣基督，
咱就相信耶稣基督所应允的圣神，互圣神继续伫咱的生命中间来完成耶稣基督所已经开始上帝个工程，互咱的生命成做新创造人，互咱的生命有圣神永远踮伫咱的内面，互咱的生命进入到伫上帝为着咱所备办新的天、新的地，才能同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若是想使圣子耶稣基督来做阮的救主，救阮脱离罪恶，清阮罪义。你阁通过你的囝耶稣基督来找见圣神，做阮的保惠师。对古早到伫现今，圣神拢伫做工；啊，对现今到伫将末，圣神也继续伫做工，完成伊所交托的使命。互阮毋仅是会通看到圣神运行所创造的天地万物，阮也会通去经验到伫圣神内面新的创造，新创造的天，新创造的地，新创造的人。阮感谢你，你通过圣神要将耶稣基督所已经完成的救恩，一一实现伫阮的生命中间，对称义到伫正圣，对正圣到伫得到荣耀。阮何等有福气！毋仅是通得到你圣子耶稣基督宝贵的救赎，阁会通得到圣神永远踮伫阮的生命中间。恳求你帮助阮，阮你承认，阮对着圣神的认捌有限，阮对着圣神的经验非常的浅薄。总是阮来到伫你面前，你恳求帮助阮，互阮搁较侪认捌圣神，互阮搁较深经历圣神，互圣神的工作伫阮生命。每一个坎站，每一个处境，阮所做每一项代志中间，阮拢会通经验着圣神的工作。主啊，求你来找你的圣神，到伫阮中间，做阮的保惠师。感恩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Thank you.